甲新加坡虽然无邦交，但是打击犯罪一直有共识。伫个耶诞节顺利来完成着司法合作的第一件案件。台湾一个通缉犯去年偷走出境走到新加坡，这个通缉犯本地想讲，台湾的检警伫个新加坡无法度出骹手，但是伊错了。警方找外交部协调，注销这个通缉犯的护照，互新加坡顺这个势，用违反着移民法，甲赶出境。就安尼，刑事局伫个耶诞节顺利甲嫌犯押倒来台湾食罪。你来这边干嘛？好朋友啊，他说在这里等他。朋友叫什么名字？朋友名字都不知道，你还找朋友？和警方团团包围，搁订车，讲是来找朋友。不过警方伫现场地毯式的搜索，发现讲共党的挖路边乌托邦有去找到枪支克案。到了，叫财政啊。警方及时赶到现场，就是接到被害人找机会报案的结果。去年4月，姓刘查甫人因为一条债务，先将被害人约到桃园谈判。甲讨50万，过程中佫将这个签字机啊摕出来恐吓被害人，一定要配合。被害人去咧楼顶摕钱的时，赶紧报案。警方依照恐吓妨碍自由，枪炮罪将嫌犯移送，想要到案发后过2个月，嫌犯就咧走出去，秘离新加坡。警方发函予外交部领事事务局撤销嫌犯的护照，伫新加坡的协助下，将人押回来。新加坡它的物价指数非常的高，所以一般的通缉犯。如果在那边没有人接应或是有工作的话，其实在新加坡是不容易在那边生活，所以我们研判应该幕后有人在那边接应他。通缉走出去，警方用必要的手段将伊的护照注销，新加坡的官方就用违反移民法将伊赶出境。这是台湾甲新加坡司法合作的头一个案例。姓刘通缉犯虽然讲无帮派背景，因为伊会当伫新加坡住东外，伫当地无地缘关系，食穿无问题，日子真好过，出入阁真自由。警方认为讲有可能是台湾的乌帮伫协助，正扩大咧追查，要找出这个撞警人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